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全身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超看待，刀光剑来无相同，叫我做爱千百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光翻飞，心比之泉比之情较真的，含你困眠是我的水眠，叫我的半生半世，无做无落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zan境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全身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超看待，刀光剑来无相同，叫我做爱千百
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午安。恁食饱未？恰恰，你的肚子没有在叫，我只是现在是无时无刻闭上眼睛都可以断电的状况下。然后我刚刚其实做封面，我做了足足1个小时，我这个封面怎么回事？只要15分钟的东西，为什么我可以做到快1个小时啊？谢谢大家来到猪猪的频道。在睡着以前，至少我想要梦回一下我推的妹，即使唱到睡着也无所谓，因为是在阿妹的歌曲下沉睡下去的话，一切就没问题的。谢谢陪伴朱迪卡发声练习。我刚刚好像玩了一下关于僵尸音还有气泡音，是不是？我们现在稍微来补一下呼吸气息的练习好了，你们说好不好呀？对，就是这么软烂，即使软烂也要努力把发声练习做好。喝口水。如果今天唱到一半有睡着的迹象，那个不是意外哦，那个可能是今天的 SOP。谢谢。女孩子要多吃姜丝，这样子身体才会暖和。谢谢塔瓦的提醒，我等下结束之后去泡一杯热姜母茶来喝好了。今天伊拉塞小欧经理，欢迎来到迪卡的频道，软烂到台语都不会讲了。我今仔日就无精神诶，台语都袂晓讲啊，错塞，真嗨。啊，萨瓦国家中午开播，对，我原本觉得啦，我原本是想说
我9点多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不是该去睡一下，但是你知道生理期来那个睡一下已经不是一下的问题了。我9点多睡下去，可能睁开眼睛已经是下午3点了，不用开台了。那不如就快点开个台，边睡边唱吧，搞不好可以唱出别有一番风味的感觉嘛，是不是？恰恰，想事实证明不是你们肚子在叫。小喵喵，谢谢加入第11个月的仪式朱总裁，下个月就1年了，没有错。跟妮妮姐姐，谢谢你们的支持，而且我们下个月也要更新很多很多高阶会员的福利的，例如小配件啊，例如 logo 啊，例如我们的蜂蜡章啊，还有很下趴的东西，现在还没公开的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总之，谢谢大家支持朱迪卡频道，踊跃加入高阶会员，3200、3800对你们而言只是38块、32块，真的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谢谢你们一直以来这么支持朱迪卡，这么软烂的我，今天要来唱阿妹的歌曲了。10月2多谢来到到外边的谢谢大家，我的发声练习应该差不多了。好，吉玛莎高炸嘛，今晚应该是5安啦，中岛5安大发财吼。我怀念发声练习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合唱团，对啊，以前合唱团的时候也是每天在那边。小时候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长大懂了，气息的练习真的很重要呢。气息的练习，基本上涵盖着你唱歌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演绎呢？那个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对，边睡边唱。我觉得今天有机会会变成这样。欧登先生。中岛公安中岛好，欢迎来到到迪卡的频道。我今仔日就爱困的，等下真正有可能会哪困哪唱吼。我若是真正困去啊，就真正困去啊，哦，就安尼。我真的睡着就睡了，就这样。对，1个月1次的姨妈软烂台，我们今天把我的推阿妹的歌回再次拿出来唱。对，此毕生不晓得已经唱过几次阿妹的歌了，怎么唱都唱不腻耶。今天可能在软烂的状况下没有办法太烈酒，但是我们可以把美式情歌都开出来唱一唱。于是我们移动到非常炙热的东海岸，妹的故乡。然后不用担心，我刚刚有擦防晒，系数50，绝对是不用担心的。对，系数50，大概待会可能唱大概1个小时之后再补充一下。对，而且我像在树荫下。对，我看到我后边的绿花吧，嘿，不规则的这些阴影，透过树叶的间隙散落下来，变成了绿花。这些不规则的阴影，在大高雄工业国也是很容易见到的，没有错，绿花啊。日花，中文是这样子写，台湾正字也是如此。你会相信这些，不是这些，对不起，这本书也热烈欢迎大家可以买起来。你们认真去研读之后，就可以发现台语真的很美很美。可耶，欢迎来到啾啾姐姐频道，姐姐今天很想睡觉。今天不够烈，可能只有品酒的程度啊！等一下，不愧，我真的觉得不愧是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好像真的对于酒比较了解。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啤酒浓度很高，就原来不是，原来屯爸喜欢的什么约翰走路啊、whisky 啊，才是那种高浓度的，啤酒真的只是小 case。我一直以为啤酒就已经算趴数很高了，就居然不是。那个对于就是烈酒的你各位而言，原来真的只是小朋友的程度这样。我连小朋友都不如啦，我啤酒也没办法喝啦，我只能喝
加水果的啦。我只能喝加水果的。好。酒露哦，你这个货的会员不值得我浪费钱加哦。我是觉得，你打这样子的一个文字，不晓得你的目的是什么。要不要加，基本上也是看个人自由。应该是故意要来气主播的吧？不晓得目的是什么。对，总之希望大家过来猪猪频道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对，然后要不要加属于个人自由。对，但是你的文字非常的不尊重。对，现在非常想睡觉的猪猪，觉得不管大家加不加，都愿意过来支持猪猪，就很开心了。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好像应该是假的账号，所以大家总之希望看台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至于你的目的，我不晓得是什么，我只希望还给我们 V 圈的聊天室一个健健康康的风气。对，因为你这种东西伤害不了猪猪，但是对于你自己的这些行为，未来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你自己要小心，知道没有？对啊，所以我不晓得他的目的是什么，只希望你这孩子未来不管进行任何的道路，只能祝福你了。对啊，是不是拍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其实或许伤害得了某一些族群的主播，对。但是你如果想要伤害全数的主播，这个方式其实说真的自损率比较大。海特皮哥伊拉塞，妹夫爸爸伊拉塞，58度的高粱酒表示，等一下，58度我这没办法，我可能0.58%好像也没办法吧。对，喜豆支持猪啊！为什么每次11月2生的币值都是日币？对，为什么每次都有办法调到日币？すごい呢。对，这种东西奔下去的话，你们觉得有用吗？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有点治标不治本的部分。对，但是如果大家看到会不舒服的话，我愿意为了你们直接把它，要怎么背人啊？我可以为了你们这个是，我应该是要检举移除，还是怎么办？我现在连背人都不会背怎么办？因为我今天生理期啊。我想之前我们还当作在看，对，因为猪猪这边很难得有这种就是很想要伤害主播的留言，但是他可能没想到这边的主播就是很像反应都不是太激烈。自爆账号哦。对，你们觉得需要为了你们水灵谢谢水灵宝贝帮我编掉了，谢谢。而且他还冒用发对啊，有用的话他就不会这么猖狂了。我是不知道对其他主播有没有用啦，对，只是我觉得他这种方式的话，其实这一类的人大部分在生活中其实蛮自卑、蛮不快乐的我只能祝福他，就是他想用这种方式去获得快乐，其实是一件很空虚的事情。只希望他爸爸不要再虐待他，不然我没有太其实我没有追他的故事对。其实我不晓得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对。如果继续刷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反应，就这样子对啊，碰到生理期的朱莉卡反应更是平弱，你知道吗？如果是平常的我，可能
很反应大概也就是像刚刚那样，但是可能就是会比较有活力啊。对啊，生理期的我基本上反应是更加的平弱。不要给关注嘛，对啊，就是这样就好了。因为其实我也一直觉得说，我要关注的是你们才对，一直以来支持的猪猪的你们，对。然后4年多来一直都是如此哦，即使今天姨妈来，还是很想开台，很想看大家，对。然后刚刚也谢谢11月2先生，谢谢李希都支持猪猪。你看我们这个彩绘聊天室马上就又连接过来我们左边的绿界的整合系统了，也热烈的欢迎大家想要支持你们的推都可以使用就是置顶连接。我们像连接在我的角度这边都不置顶了，它像在底部，我都叫置顶连接了。对，欢迎不管是置顶还是置顶连接的那个绿界的整合平台点下去，对，支持你们的推，让你们的推可以长长久久的陪伴你们。实际上的金牛的支持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对，所以但是不管大额小额都是好额，这个也是我开台以来一直以来的初衷。对，大家照顾好自己，然后有余裕再来照顾朱迪卡。但是如果你没余裕了，还是想照顾朱迪卡，万分感谢。这时候吃瓜就好了。对啊，讲到吃瓜，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没有时间吃瓜的猪真的很多瓜，其实我真的也很想跟着你们一起吃，可是到后来也发现自己根本也没时间吃，连那瓜吃瓜时间都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啦，面对很多事情，其实因为知道自己没时间了，然后更是知道说时间应该花在谁身上才是最重要的。喂对不起卡痰，喂 CL 老师，今天是非常软烂的猪猪，今天是非常软烂的猪猪哦。来，猪猪来把塔瓦的这个歌单表啊，感谢塔瓦的歌单表，快点把它开起来，我们快点来准备唱歌了齁。对了，我这2天都会陆续看到，很像有观众都会想走那个三枪抖内的部分，真的很谢谢你们。但是很像三枪现在好像要等到29号的样子，它才会恢复可以投递的状况啊，因为之前爆掉了，所以不嫌弃的话，欢迎大家还是可以使用啊。感谢啊，好783，感谢你的抖内。他拄啊是安怎？赞助通知个没通知我啊？赞助通知，不值得加 YT。哇，水哦，不值得加 YT 会抽成这么多，直接丢绿界哦，很8政治正确，很棒。自从你在我的 DC 丢了就是疯狂假面朱迪卡之后，我真的觉得对，真的是太会操作了，政治之正确的，对，就连左下角的留言也非常的正确，对，抽成抽这么多，直接丢绿界啦，没错啦，碎啦，直接绿界丢爆齁，谢谢，不管是什么颜色的主播看了都会很开心，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彩虹金砖，我们主播都非常乐见，不管是什么样颜色的 Super Chat， 谢谢你们，然后喝酒觉得还是什么？再写下回，果汁浓度市售最高是不是？双子，谢谢我查一下哦。原来是这个。好，它的念法是什么 ？Sour 吗 ？Sour？ 这个我有在看，市面上都有在贩卖。因为我实在是太少喝酒了，所以对这些东西就比较没概念。谢谢你们继续用抖内彩绘猪猪的直播间，欢迎继续彩绘上去哦。然后边人欧安，欢迎来到的迪盖宾德，没错，两边都丢没问题了，非常政治正确，感谢他马芬先生，大家中岛欧安中岛好吼，
今仔日咱来到着咱阿妹的故乡啊，台中哦。阿妹是我伫咧台湾内底上爱的一个华语的歌手啦吼。阿妹是我在台湾最喜欢的华语歌手，没有之一。其他的就只能排行老2、老3，对，他是我的主推，我的王。对，我当然也很喜欢其他的华语歌手，例如烈酒女团的其他2位成员很厉害的阿令以及我们的公主也都是很天后级、铁肺级的，对。但是有阿妹在，对，永远阿妹就是我的第1名这样子。谢谢老板娘也过来，对，我其实从出道以来开阿妹歌会超多次，对，然后唱着其实完全不会腻耶。我比较担心是观众听到会腻，自己永远都不会腻。我们今天就来唱吧，我们今天比较柔美系列的吼，比较抒情系列的歌，我们都来唱吧，都来唱过去哈。然后如果今天真的发现我唱到睡着了，那个就是很正常的状况，就让我睡吧。我的 echo 应该有开下去了，谢谢。那我们先从这首歌开始吧。失落帝国的七塔公主就是对，没有错。我觉得阿妹在华语的乐坛上面真的太有代表性了，无法超越的妹。我的歌单上去了吗？最怕歌单没上去。先从解脱开始吧。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麦克风怎么掉下去了？等一下。热泪越沸腾，我也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故作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落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像落浪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像落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
下落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心里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不要爱我的人再担心我。嘿嘿嘿，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我有自由好好过，嘿嘿，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麦克风一直掉下去，他自己帮我切到缓缓的，好啦，可以啦，我调一下麦克风哦。你要我缓缓，但是等一下，我们还没转麦克风啊。怀念半空中的云，跳船时茶香微醺，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到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剧的快剧，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得来不易。缓缓的要我们等等，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及了，缓缓这个需要吐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叫我练习失去，但我还不想适应。时间其实很充裕，我会尽量陪着你。既往好的原型，总有一天会成型。只有我爱你，不可能延期，没有别的事更要紧。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得来不易。缓缓的要我们等等，匆忙的敷衍的都停了不及了，缓缓这个需要吐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缓缓的要我们等等，匆忙的敷衍的都停
惜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走，无偿的、珍惜的都说了几次了，换换那个需要单纯的我，世界说你慢点，懒懒散散更温柔。阿妹的缓缓，来了，满千回的子不比啊，先不用，谢谢。满千回率足不比爱不属于阿妹的歌，对，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没事情歌这首歌，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轻轻柔柔的唱。这首歌好像需要点力量，但是试试看吧，试试看吧。简爱哦。啊，我的回放没有关，是不是？好，朱迪卡果然是你，真的累了，等一下哦，快点关一下。好，谢谢提醒。啊，关了，时空旅人们，欢迎你们。可能那个 F5一下。今天主播这温柔的声音好适合开 ASMR。哦，谢谢欧弟先生，谢谢你，你也让我发觉了一件事情，我的路贝克刚切错了，对不起，我的路贝克刚切错了，好蠢哦！而且刚刚赞助，谢谢欧弟先生，然后很开心看到你们才会猪猪的频道，对，我们最喜欢看到观众才会猪猪频道。我生理期真的没有办法有精神，我现在真的是眼睛闭上去马上就可以秒睡的状况，但是还是想要开台唱个没神的歌陪陪大家。不嫌弃的话，今天我尽可能不要唱到睡着啦，但是如果睡着的话就睡着吧。我刚刚奇怪为什么你就你なってるよね？どうする？赞助的动画变成两个了呢？我想把它关掉其中一个，但是我找不到。我想关掉其中一个，但是我找不到哎，那个图层去哪里了？姨妈今天敲门的朱蒂卡超级想睡觉，好找不到算了啦。对，总之欢迎你们继续用健康的精油支持你们喜欢的主播。交通频道先生已拉下来，左左欢迎你来哦！谢谢牛妈提醒回放没有关，连你们都说他直接看到，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发觉到，谢谢。尤萨根上午休时间回来个的迪卡频道，我今天稍微比较早开。臭彩彩，这里没有鸟婆，这边只有鸟公的老公，不意外，你才训，你全家都训。真是你是我的姊妹，你是我的伯伯嘿，对，姊妹啊，今仔日应该是无精神咧唱咧，嘿啊，我今仔日咧姨妈吼来阮兜啦，真正就无精神诶，嘿啊，毋过会当唱迄款较温柔的歌啦吼。姨妈来敲门，实在是没有精神唱太嗨的歌，可是我们可以唱一些比较轻柔的歌。梦游歌回感觉也不错。好啦，来，今晚是中岛休困的时间哦。谢谢你们，不嫌弃的话，请继续彩绘聊天室，或者是利用对不起啊，中文整个瓦解了，或者是利用置顶，或者是置底，我不晓得在你们现在的聊天室，它到底是在上面还是下面，不管置顶还是置底的绿界整合互动连结也是非常欢迎的哦，谢谢大家。终于旅行完了，
好了，佳佳，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关回放，让你们当时空旅人。想说国税局的电梯怎么没断网？兄弟公啊，兄弟公安那样，为了简爱一下，然后也谢谢你们帮我测试绿界通知，目前没有问题，只是他不晓得为什么跳2则，简爱哦，剪。枕边流星，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漫天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了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牵着你渐成依赖，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哦，不行，没有力气推上去也不行呢，还是要推一下。好啦，第二段来推一下。谢谢破心。漫天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了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牵着你渐成依赖，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我剪不碎旧日的动人情怀，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而且有一口痰一直卡着，超烦。
谢谢波西的降落，谢谢带领你的好伙伴来听猪猪唱歌，谢谢降落啊，电先生，欢迎来到的迪改边的，我今仔日就爱困诶，简爱啊，简爱哦，不行，我还是要用力气，有些东西还是要用力气推上去，唱歌真的非常需要力气。唱歌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力气，来咯，我们下一首歌啊，雪花妹，对，我今天比较早，因为我其实原本真的想说9点多的时候睡一下好了，对，但是这种东西你知道，就是生理起来，一旦睡下去，我可能睁开眼睛就是下午3、4点，不能睡，睡下去就真的今天的歌会不用开。我看到可能下午3、4点，哦，好，再睡一下，5点再起床，可能会变成这样。我觉得就决定早点开，对，早点开。我想要再找一些我可以轻轻唱的歌。我看一下哦，阿妹的可以轻轻唱的歌，即使是妹式情歌，也还真的没有办法轻轻唱诶，有很多东西其实要靠很多力气才有办法推上去。YF 先生，欢迎来到的低盖边的防弹咖啡，午休前来看看。好，谢谢 YF 先生。原来你会唱青楼的，超彩彩。对啊，原来我会唱青楼的歌诶，我的歌单里面很少青楼的歌诶，都是非常雄壮威武的歌居多。来，我们继续哦。今天稍微早一点开，我想说早一点陪伴大家，然后我也可以早一点去休息。可是其实我现在其实很少午睡耶，因为我就觉得很多时间睡去了，很可惜啊。我就是宁愿起来做一些事情。今年有好多事情必须做，得做。然后不管是可能5月份我们会有新衣装嘛，那一定免不了的就是我会安排新衣装的，算是生日纪念套组的这些东西，也很多细节必须要确认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台语检定报名归报名，但是我希望总是有希望自己可以有好成绩啊，所以也是要抽一些时间念书啊之类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专辑的实体预购的部分，我们现在也跟小子老师在瞧一些细节。那4月底的平台，希望公开之后大家买爆之类的。对，很多必须做的得做的，好像没有办法，就是你眼睛就合下去就放心的睡去这样，放心睡去的。等到以后真的哪一天走不动了，真的必须要跟这一辈子说拜拜的时候，对啊，那时候就再长眠吧。今年有太多事情想做，亲戚来就不要勉强啊。谢谢 YF 先生，YF 先生，你有看到水灵宝贝帮大家剪辑的那个我们初见的那个线下活动吗？哦，真正有够欣喜诶，有够好耍诶，嘿，迪卡好耍，我知，嘿，真正就好耍诶，嘿，我知对，嘿，我是敏感人，嘿，就好耍诶，嘿，嘿，你讲的拢对，吼。感谢面线们BYF 先生推猪猪之类的，然后现在真的就是时不时就会黏在这边。对，我们家面线真的都是我的骄傲，最会破坏气氛。对，你真的是气氛组的彩彩，真的很花时间，像假日的时候中午吃饱睡觉，是不是？对啊，有时候我都常在想说，我是不是如果今天很多事情我们选择轻松一点去进行的话，会比较快乐呢？可是我觉得我的快乐跟轻松根本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你说的是吧，兔比？我们欢迎兔比的降落。兔比，你吃饱未？欢迎来到我的迪卡的频道。我跟你讲哦，兔比，
你就是我没吃兔的证明，我没有吃兔兔的证明，由我们兔比来证明我没有吃兔兔。你看，我们兔比降落了，还带领着他的伙伴们、他的观众们，今晚回家看吗？YF先生，你可以找我们这1-2天更新的 shorts， 最前面2-3个应该你就会看到了。啊 ，K 先生 ，K Jason， 谢谢你的降落加成，谢谢初见安安吗？谢谢，感谢，欢迎挂台，谢谢你们，兔比没有错，兔比来啊，伊就是我无食兔的证明，兔比啊，今仔日就欢喜，会当看到你会爱去伫食饭哦。你讲我无食兔啊，对唔对啦？我无食兔啊啦，兔比吼。然后雅思的，谢谢你们的降落，今天猪猪迎来了每月1次的姨妈，她虽然说不揍我，可是她会把我弄得很累很累。我今天很累，但是我不想睡觉，我觉得我还是得开台，我还是想要好好陪伴大家，之后再去做一些功课，再去做一些工作这样子。然后也很开心，今天破西还有兔比的降落，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我是只会开平常日中下午台的台湾个人是 VTuber 迪卡屯主机。我是恁上台的 VTuber 迪卡屯足机啦，你会当叫我猪猪也是迪卡拢会使吼，屯足机嘛是会使。嘿，我是真正是最爱唱台语歌曲的，毋过今仔日吼要唱我上爱的这华语的吼女性的歌手，叫做张惠妹。伊的歌真正是有够好听啊，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今天呢，我们可能暂时先把台语歌放在旁边，我们今天来好好的唱个我最喜欢的阿妹的歌回。阿妹是我最喜欢的华语女歌手，没有之一。对，她是我唯一的推啦，在华语乐坛里面唯一的推。对，加点孜然粉，谢谢 K 先生，很懂哦。想要可以吃的现场烤熟，没有错。于是我带领大家到我们阿妹的故乡东海岸。那路弯，那路土，那路水，那路水嘛伊来吧。虽然说这个梗是来自于我们的天后阿令啊，对，但是犹记阿妹在跨年演唱会的那一段实在是太强了。不知道台东跨年场这次大家有没有追到？猪猪是从头追到尾哦，嗨到不行。好，谢谢 Toby， 猪猪等一下唱到一个阶段会好好休息。看到食物很开心，但是太瘦。杭子妙商，杭子妙商，你好好打字可以吗？你就不能好好打字吗？哦不，姨妈现在催促着我，快唱歌，别聊天。好，谢谢姨妈。我的姨妈对我很好的，她不会揍我，但是她会一直把我的专注力跟精神力一直抽光。她在告诉着我快唱歌，不然我真的马上就要睡着了。天哪，这兔子最近胖了，彩彩你完蛋了，你真的到哪里都要被编掉，我跟你说。哦 ，YF 先生你看了是吗？食材系的我还喜欢吗？台东跨年真的很好笑，真的是。台湾有很多宝藏，台湾真的有很多宝藏，就是对啊，就是看了就觉得说生在台湾真的很棒啊！台湾原住民的幽默真的很松弛，真的很好笑。那整集重点有重点在精明干练，谢谢。我想要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我要软烂的来唱一下。不知道他的伴奏会不会很小？我可以抱你吗？外面下着雨，有了我心血在地。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想去爱都结了果，
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流，不流都是痛。我可以帮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帮你吗，宝贝？让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你们不需要喂食我葡萄干，那个不是可以吃的东西，谢谢。也谢谢 Toby， 谢谢你过来，看到你真的很开心哦。可爱的 Toby 最可爱了。他哇，外面下着雨，笑了我心血在地。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啊，卷舌卷错了啦，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见了过，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流，不流都是痛。哦，我可以帮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帮你吗，宝贝？让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可以帮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帮你吗，宝贝？让我最后一次这样叫，又卷错了，我会小小的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姨妈她把我专注力抽离，真的是很夸张哎。唱中文歌其实咬字卷舌其实基本上蛮重要的，就是他就连我那个咬字卷舌的专注力都抽掉了。萨瓦狗酱，你是我的友军，葡萄干真的不能吃，对不对？对，食材低好低满，大滴滴。我的先生，我没有挑食啊，我怎么会挑食呢？所有好吃的东西我都会吃，能吃的东西我也会吃，但葡萄干不能吃，我当然不吃。谢谢 YF 先生，谢谢，也谢谢祖祖的打 call， 谢谢。卷舌怎么卷都忘记了，完蛋。哦，我可以抱你吗？来自于阿妹哇，1999年的诶，我们 Mason 的歌不管什么时候听都好听。接下来我真的很喜欢阿妹翻唱罗大佑老师的作品《让每个人都心碎》，真的很想推荐给大家。但这首歌后面的跨度跟张力很高，平常开出来唱其实还没关系，只是哇靠，今天姨妈的状况有办法唱吗？所以我觉得我先跳过去，对，我们先唱唱黑道之歌之类的好了。总觉得人质应该是在今天还有办法做诠释的。哎，想来吧。
加油，朱迪卡，不要睡着了，你的人质来了，要开一枪哦。哎，等一下，我怎么打到聊天室？等一下啊，救命！我不是打聊天室啊。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着这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对啊，那边是我歌单区啊，嘿啦，跑到那边去了啦。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你们已吗？我们都别说谎。好诶，人质这首歌之前有一阵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诠释它呢，因为江湖味太重。来，接下来三月哦，3月的台语。三月应该是三月好，没事。顺便复习一下，好 ，OK。促音呢，3月。下一首歌3月，我看一下伴奏的部分哦。4月又过了好几周，
世界开始有点热。我的伴奏区有3月吗？不好意思，我找一下哦。我看一下我伴奏区有没有出现过3月，没有的话就没有。对，等我一下哦。哦，看一下有没有3月，没有的话就可能就没有了。3月啊，真无好。那我们换另外一边看一下。3月，好，这边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从这里找好了。那这里3月，好，来吧。哇，这个伴奏真的也很小声，你们听得到吗？我是听不太到欸。3月过去了好几周，世界开始有点热，参不透的那种难过，突然觉得没什么。我的梦好多，我很好，你呢？2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念爱没什么用，当3月过去了，时间会走，我不走。2个人说分手以后，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好了，我可以笑了。2年后的你听说落魄了，几年后的我是否幸福了？可能爱停在风中，但3月过去了，别人都懂，我不懂。我们用心交换爱情而寂寞，我们一起为爱情辛苦着。2个人的那时候，随3月过去了，总有一个会记得。我们的樱花女神降落了，谢谢降落，感谢你的降落，来到迪卡的冰的，丹雅，谢谢你的降落。然后 SP 先生啊，对不起，他跳到 A 美的那个6等星之夜了。我们今天不是 A 美歌会，虽然说两边
都算是天后级的推了。对，但是我们今天唯一只推张惠妹，唯一只推烈酒女团团长，不是。小乐，快点，你真的就欢喜耶！弟弟爱吃饭哦，小乐刚下播，现在应该是吃饭时间哈。谢谢你们的降落，马克先生，刚下列刚的哈，谢谢你们的降落，欢迎来到的迪卡一边的。哇，真的很感谢小乐带着校友们的降落，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在很软烂的这个声线下唱着阿妹的歌。今天姨妈来敲门，基本上猪猪的姨妈不会揍我，可是她会把我所有的精神力全部都抽光。但是即使如此，猪猪今天还是想要开歌会，因为有太多想要做的事情，包含开台陪伴大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计划在今年度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阿妹跟 A 妹两人发音还真的有点接近，没有错。所以我常讲说，日本的歌姬我很喜欢，最喜欢的应该是 A 妹。然后，但是呢，要推一个最喜欢的平成歌姬，我永远就是选滨崎步。对，因为滨崎步在猪猪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那滨崎步的歌其实猪猪歌单也存在很多首，就不管是华语的我所谓的第一天后，或者是日语系的推，所谓的不管是布姐或者是 A 美，我觉得可以接触到音乐真的是太好了，因为音乐带给我们不管是儿时的回忆耳濡目染，或者是开心啊、难过啊、生气，都有这些歌陪伴我们。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啊，所以每次不管开心难过，我都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唱着阿妹的歌，就连姨妈来了要继续唱哦，对不对，笑乐？对，我今天我真的没有办法有精神的唱歌，所以我今天即使唱着阿妹的歌，也是挑一些比较软烂的声线可以诠释的，尽可能啊，因为阿妹其实有很多情歌也都爆发力十足。对，下播后好好休息，谢谢笑乐，我会的。那也感谢笑乐带领着校友们的降落。那不嫌弃的话，猪猪在前2天已经公开了新衣装的预测咯。我也在那一天把考试卷，应该不算是考试卷，把我们图画纸发下去给小朋友们进行创作咯。所以不嫌弃的话，也欢迎来参加猪猪新衣装的预测。新衣装的预测一路欢迎大家即兴创作到5月25号的中午，应该是下午啦，下午1点截止收件。您可以随性的创作，然后再上传在 Twitter tag 迪卡请行纱，对不起，我这张图烹掉了，应该是请行纱，不是新衣装，不是中文，是台湾正字才对，我就烹掉了，没有注意到我打错了。对，那我们的新衣装预测的这个宣传图也是非常的富有农民力的这个风味哦。没错，那一天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猪猪的 4.0 新衣装公开就在5月25号下晡的1点哦。猪猪只开中午下午台，不嫌弃的话，那天欢迎挂台一起来鉴赏猪猪又更加台味的新衣装公开。那么我们现在发下去的这个图画纸长这样子，相信前2天小朋友们都收到了。对，我们这个图画纸解析度其实还蛮高的如果对于我们新衣装预测的这个剪影想要帮猪猪一起创作的话，欢迎大肆的涂鸦。而且我们也广邀我们面线爸爸们面线爸爸们就是算是熟男比较多嘛，那娶妻生子的其实也占蛮多数的，那也广邀就是熟男面线爸爸们，邀请你们家的小宝贝们进行即兴创作，就猪猪老师的图画纸发下去不管是 Saber 爸爸1-2岁的小宝贝或者是牛妈已经要上1年级的帅哥或者是妹布爸爸家里的小王子，也都欢迎大家一起广邀你们的家人一起帮猪猪姐姐、猪猪老师创作我们的新衣装剪影。那我们新衣装基本上在5月25号公开之后，猪猪那一周也会用着我们的新衣装模式
好好的跟大家庆祝生日，开好开满。对，那么总之很谢谢大家一路上的支持，我们真的要再更新 4.0 的新一章了，好期待哦。对，谢谢笑乐，也谢谢你今天的降落。虚弱猪猪比较可爱嘛，你真的想被揍猜猜一跟记相反了，我才不管，反正我那天就是记金毛干练，对，就是怎么可能记精明干练？那一定是打错了，快点把那个草字头加上去。还有记吃葡萄干啊，是啊，你也来了，欢迎来到我的迪卡表的烂的鸡妹呀！是的，我的艳遇姐妹也在线上，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创作猪猪的新衣装，好不好？对，猪猪老师前2天自己创作了自己的新衣装，相信一定给予大家非常非常成就感爆棚的创作意念，对不对？好，这是猪猪老师那天在黑板上面画的那个新衣装。对，我身为 LF 爸爸的女儿，是一只青蛙也是很合理的。那天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好啦，反正就如果您对您的绘画实力非常非常的有兴趣，非常非常有自信，但不管有没有自信，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新衣装预测，好不好？然后 tag 的部分呢，正确的 tag 的台文正字在我们下方资讯栏那个才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那天应该还是会用迪卡新衣装的这个中文来找一下，因为我担心大家有些会找错，那尽量不要漏过，不要错过任何一位的创作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大家。然后再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很开心在今年度也可以再次获得文化部爸爸的赞助补助哦，真的很开心。所以从3月开始，就是会有一连串的，就是台语系列的一些，不管是猪猪的台语学习台，还是就是台语的访谈台的部分，这些都是由我们吴声老师撰写的企划，真的非常辛苦。然后也感谢吴声老师替猪猪争取到了，就是我们文化部爸爸再次的加码。那这次的加码，我们就把这些把部分的补助金回馈在我们算是会员的部分。所以啊，只要您加入150块以上会籍好的会员们，就有机会连续6个月收到文化部爸爸加码的礼物哈。那相信3月份的大家已经都有收到，就下派的跟配是啥会的是明信片然后明信片的部分已经让大家都一一收到了哈，真正是金光闪闪啊！这个月就是这 IG 的透卡也是非常的可爱哦。那请记得您加入之后要到我们下方资讯栏填单哦，好不好？因为不见得每一位会员都想要透露自己的个资，对，那我们填单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尊爵不凡的小礼物送到府上啦齁。那只要您填单，我们就会把这些小礼物寄到您府上，完全不用让您出任何的邮资这些全部都是文化部爸爸赞助的，对啊。但是也是有我们家有一些高阶会员，他们选择就是纯赞助，对，他们就不透露自己个资所以我们就不认后台，我们就只认表单，记得要填表单。当然如果您是我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这些东西全部都交由朱迪卡帮您填单啦，对。然后也很开心，没想到这个一条龙填单服务居然还吸引得到，就真的呢，我们新任总裁，我们的水母先生前2天加入，那秉德啊，我们的高阶会员迎来新任总裁，对，问他，哎呦，谢谢你的加入，一定是因为我的精明干练，对吧？不，猪猪，我想要文化部爸爸的回馈礼物我说回馈礼物啊，那回馈礼物的话，你加150块可能就有了，你还加到最顶，真的很感谢你。那不管怎样，150块以上就一定会有哦。然后我就说，真的很谢谢你愿意就是选择最顶的方式支持猪猪。不是啊，猪猪，我知道要填单，可是我不会填单啊。听说加入就是高阶会员，你可以帮我填单，我不会填单，猪猪。我就好，谢谢，我知道意思了，好。原来这个填单的一条龙服务，就是对于某些观众是真的这么有吸引力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对，也谢谢少乐跟希尔，看到你们，快点订真正就欢喜耶！欢迎来到迪卡宾德什么压迫我精明概念？这边被揍的话，应该是软绵绵粉红小圈圈吗？对，真的是非常软烂，我今天真的是无法使不上力耶！谢谢笑乐，太赞了！
太好看了，谢谢大姐，谢谢。懒得填可以加入3200，我就帮你填了，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很懒得填哦，3200、3800加进去，我就会帮你填了，好不好？对，晨晨，谢谢来到猪猪频道，懒得填直接当爸爸。小天，你也是我们大佬之一哦。啊，各位亲爱的面线们啊，记忆体又不足了，你们又消失了，等我一下，我把你们抓回来哦。等我一下哦，我要继续追你们聊天室哦，聊天室又消失了。每次都这样啊，他就是时不时就会消失一下，他不让我看到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然后我看一下肖乐说什么，肖乐谢谢你，我看一下，我来读一下哦。忘记说之前的香菜鱼头塔，真的吗？谢谢肖乐，感谢。对，我真的很感谢那个时候大佬们的加码，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担心。不是每位主播都喜欢吃芋头，对，但是所以我都会一一去询问，真的 OK 吗？因为大佬们就是想要广发，算是帮另类的帮猪猪宣传这样子，对，然后也谢谢，就是目前有收到猪猪的高阶会员回馈的大家都很支持，肖乐也是其中一位，然后希尔也是，希尔还特别把我们的槟榔造型点心开台吃，对，我其实看了真的都很感动，对，所以我真的就是所谓的相爱相杀，我觉得就是这一回事就是猪猪努力了在频道上面尽其所能的回馈大家，然后大家也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思考说怎么帮猪猪做推广这样子，对，然后没想到还可以推广到很多很优秀的 B 鹏鹏的手上，我其实真的超感动的，对，真的很感谢你们不嫌弃，肯定好吃的，谢谢涛啊，长官你们来呀长官是芋头派的，谢谢小乐，谢谢你们不嫌弃，对，然后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我很开心都可以在这条路上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想做的事情，肯定是芋头味的不够多，可遇可求，是一个艳遇不巧。这不是我们的水母先生，对，我们说人人道，就是这位可能不知道怎么填单的这位水母总裁呢，对，就是一加就加到最顶，然后猪对不起，我不会填单，然后帮我填一下，我说好，3200帮你填没有问题，所以时光电总算追上来，水母先生不好意思，对不起姨妈驾到，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不晓得我没有关回放，但其实我今天姨妈没来，也是常常没关回放啦，你们习惯就好，好不好？反芋头盟友没有这种东西，你下去。有啦，我们希尔刚刚在线上啦，我们的艳遇姐妹在线上，但是这只有她，我允许她反对芋头，可以，就只有她可以，好不好？就只有她可以。好啦，谢谢你们。哎呀，万般的感激什么？万般的感激说不尽。我觉得我在学习台语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我葬送了很多中文我今天在唱台语歌跟在唱中文歌的时候，这个心思啊、心中啊、心声啊、金心啊，这些鼻音或这些合口音，就是要努力的去注意嘛之类的，努力的去咬字。但是今天我在唱中文歌的时候，我的那个心竟然不自觉的想要合口完蛋。所以我现在努力的就是在唱中文歌的时候就把那个台语要丢到一边，因为那个是完全就是两边不同拍戏的东西，对，那个肌肉记忆要努力的 hold 住。可遇可求，大姐你说的真好，你都是彩彩的盟友，那么爱吃芋头就是长官，你总算是我的盟友了，谢谢长官，谢谢猪猪，别这么说，恰恰人家说谢谢大佬让我有猪猪看啊，感谢面谢大佬们，底下可以看，默默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好不好？对，谢谢，不管是面线们，还是文化部爸爸，还是我们家尊爵不凡的总裁们，对，或者是现在你们的娱乐费或许每个月只有75块的专员，或者是150块，现在正在加入我们文化部爸爸这个补助专案的台湾话出组员，甚至是我们的组长，我们最崇高的经理人，对，最稀少、最稀有、最贵的那个600块，对，都谢谢你们，愿意在每个月就是花上你们一部分的娱乐费投资猪猪。柚子伊拉塞，没事的，彩彩起码在玩猪猪。他啊，你现在账号不要借给别人玩，你乖还回去，
快点先还回去，知道吗？谢谢猪猪浪大盘燃烧神教，我才要谢谢你，就是彻头彻尾的赞助。所谓彻头彻尾的那个第二笔赞助，真的第一则是你，最后也是你，就是彻头彻尾的赞助。这不是我们的福利熊吗？福利熊，谢谢福利熊让我有猪猪看，谢谢。我们的大佬福利熊，谢谢，就是赠送了这么多，推广了这么多我们的破坏料理，给我们真的非常优秀的 V 朋朋们。我当下其实很开心，可是很担心说有些 V 朋朋是不是没有办法接受太冲突的东西。对，就没想到大部分大家都有办法接受，好开心哦。对啊，谢谢你们。而且啊，其实我们的绿茶姐妹文文啊，凯文她有特别拍了，就是她自己跟粉圆跟 emo 吃的那个状况下的第一时间的反应的那个影片过来给我，对，我都觉得好感动，谢谢你们。然后诺诺啊，还有希尔都有还有特别开台分享，超级感谢，我觉得很开心，真的很谢谢你们。虽然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觉得啊，别这么说薄荷，对，就是大家都是大佬，好不好？对，好，那么今天还是一样很想睡的状况下，要继续唱歌。谢谢今天大家的降落，我们的美神帮我迎来了大家，那我就要继续把我们美神的情歌继续唱下来哦。我觉得我越来越想睡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唱。对，越来越想睡没有关系，顶多就是肚子撑一下，把一些血腥爱情故事唱过去就没事了。可是没有办法啦，今天的状况没有办法唱跨度太高的歌。我觉得我们先来，也感谢你们这些坏的好人哦，我们这群坏的好人，对你们之前坏的好人般的赞助，我只能说让我记忆犹新。不嫌弃的话，也欢迎你们用坏的好人的风格进行坏的好人的赞助，谢谢。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各位坏的好人，也就是说欢迎彩绘聊天室啦，谢谢。坏的好人，红灯黄昏狂奔不顾余温，绝不能将心爱的他收了，不问缘分名称，怕会扯分，悲疼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倒也不缺他一个人，才刚停顿才转身，已从他怀里这里流浪直到清晨，相爱里生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爱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妈呀，这首歌好难唱哦，肚子没力气，真的不能唱哎，不能被唱，但还是在唱，下次还敢。轻声铃声，人生人在小声，心落疼，连问候都太残忍，情深成恨成真，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两人陌生的体温，不过在残破里想凑个完整，想要满痕比秒
真。能快转，但我明白等待是个过程。相爱的心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啊，闭着眼睛唱也不行。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已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啊，是凉拌小姐吗？啊，凉拌小姐好久不见哦！哦，姨妈来真的专注力很不佳哎，姨妈来了完全是毁灭啊，连唱歌都没专注力了。财叔，欢迎来到我的低开冰的葡萄干，葡萄干很贵的，省下来葡萄干。相爱的心曾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已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对。不是，我刚刚扫过去塔瓦的留言，塔瓦你要帮我扛下来，塔瓦。不是，夢のあるように、今日はアニメの枠じゃないよ。アニメじゃなくてゲームね、ゲームの枠じゃないから、これが歌わないね。わかる？夢であるように。你们老宅魂应该有被炸出来，游戏宅魂哦。残念ながら今日はゲームの枠じゃなくて，今仔日无要唱迄ゲームの台语要怎讲啊？无要唱迄什么游戏的台语要怎？你们在讲游戏的台语要怎么讲啊？嘿，用你的锅，对，不像个大人的方式，那我们请我们高阶会员年资第一，我们的仁瑞耳顺仁瑞塔瓦。请现场示范什么叫做不像个大人的支持方法。敬请示范，谢谢，好不好？不公平，没有塞本人跟一模的画面嘛？其实他都有拍给我看，对啊，但是因为就是那个是就是很像无法公开画面，我只能自己享用，不然其实我也很想快点丢给我们的福利熊享用一下，但是基于就是道德考量，这个还是我自己享用好了。对，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可以收到，对，真的很谢谢。召唤猪猪很开心，我谢谢你哦，小天。然后，什么东西不好说什么？彩绘好贵吗？葡萄干便宜吗？不要，拜托，不会啦，彩绘都要15块就可以彩绘了，不是吗？姨妈来还开台辛苦撸久违的听歌费啊！萨瓦口酱，谢谢你，谢谢。为什么都有2折啊？为什么都有2折？奇怪的。好，我试着关掉1折看看。我现在很像找到另外1折在哪里了。对，你看，谢谢我们现场示范
这个叫做不像大人的支持方式吗？我觉得这个不会不像大人啊，很成熟啊。还是因为阿金儿不够大人是这样子吗？凉拌小姐，欢迎来到的迪卡变的，好久不见啊！你最近好不？看到你就欢喜耶。我们凉拌小姐她台语其实也是很厉害的哦。之前也有看过，就是凉拌小姐一系列的台语企划，而且凉拌小姐的就是任何的企划也都是跟很多复古的一些风格哦，老台南啊那些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怀念的大正啊、昭和风格绑在一起，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喜欢。柴鼠，欢迎来到的迪开边的哈。我很唠日语，我一下子不晓得怎么语言转换呢、没有错的是时空幻境哦，没有错。我之前在老宅电玩歌会的时候，很喜欢把这首歌开出来，真的太具代表性。我每次听到它的前奏，我整个头皮发麻。没有错，Emiya桑，对老宅们哦，老电玩宅们被炸出来，对，好人才会，坏人塞葡萄干。你们可以当好人就好吗？我不是，就是因为你们塞我食物，我很开心。可是可以不要葡萄干吗？可以不要葡萄干吗？全村的希望秀，游戏台语该上 you 啊，卖生，我们爸拢讲啊，不是我们爸就鼓励咱生电玩的，但呢，游戏的台语要怎么讲啊？我们没有直播塞，他是私底下塞啊，对，私底下用很暴力的方式塞粉圆跟 emo。私底下拍给我看，你知道吗？那个画面之暴力的，真的很好笑。对，他说台面上实在是没有办法塞得这么真实，他必须要就是线下塞，就是好好的用主管打压他们的方式塞给我看。对，是那个影片我真的无法公开，我真的没有办法。惨叫声哦，他们倒是很也不算锐评他们倒是塞了一两颗，然后很仔细的分析说，哦，这个里面掺杂了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就很适合怎样之类的。哎呦，好开心哦！凉饭小姐，谢谢你，也谢谢你今天来到猪猪频道。我今天看到好多好棒的 V 鹏鹏，还有大家的降落，对啊，真正是崩阿妹有好气啦哈！海绵蛋糕可以不要吗？我的生日快到了，我答应大家会做，就是那个的蛋糕，很可怕的蛋糕给我自己。对，但是我回馈于你们的那个阿爸呀呀呀！等一下，谢谢我们Tawa现场示范了什么叫做不像大人的这个支持方式。原来这个不像大人的支持方式，依旧是投递我们绿界整合平台，好不好？绿界整合平台，然后投递了就是这个什么阿爸呀呀呀，非常可爱。对，非常不晓得是几岁牙牙学语的这个不成熟的方式支持你的推好，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金流吼，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运用这个健康的金流好不成熟的方式来支持你的推，好不好？对，如果这是不成熟的方式，那请问什么又是成熟的方式呢？请问什么叫做成熟的方式呢？不是你们塞我葡萄干就不是好人了，是坏的好人。葡萄干。水母先生，你乖潜水，你乖。水母先生要记得收件哦。对，水母先生昨天朱迪卡也火速帮他出货了，而且水母先生他加入的日期，昨天查了一下果然是前顶趴趴熊，后压雅晨，难怪我没有发现。对，嘎嘎乌拉拉，嘎嘎。我等下会不会看到哈乌啦呀哈呀乌啦？谢谢我们欧蕾先生，也是示范了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赞助方式。对，如果这个是非常不成熟的赞助方式的话，也会让你的推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个是让你的推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的不成熟的赞助方式，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对，哪个怎么是哪个什么东西？星辰，欢迎来到的迪开变的我刚刚讲到哪里啦？对，因为连续3天高阶会员的绿界卖场都有通知信件，我都一直以为就是说，例如3月10号是雅晨的嘛，对，
然后啊，3月11号又看到，我以为是我没有去开它。对，3月11号那一则其实是水母先生的，但我以为是我没开到它而已，所以我就没有点进去。然后因为3月12号又迎来了我们福利熊，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福利熊跟亚琛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水母先生是安插在两人中间，所以之前对不起，一直卡痰。所以之前为什么3月份完全没察觉到，就是因为这样。很感谢水母先生他很有耐性诶，就是即使我没察觉到，但是他4月份继续加诶，他可能也在思考说我到底这只猪到底什么时候会察觉到吧。于是这只猪终于在前2天察觉到了，然后察觉到了之后，然后还以为说是4月份的，就没想到3月份已经加了。谢谢啦，我们家总裁真的是，我觉得熟男们真的有差诶，大家都超有耐心。对啊，真的谢谢你们。所以朱蒂卡昨天跟火速快点包货，贪吃的我这次有特别帮自己又陆续多做了福利熊的超前部署的这个配方哦，是什么？就是花椒塔皮、山葵、凤梨塔，很好吃诶，它是好吃的，对。然后结果水母先生没想到他也接受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开心，所以我昨天就快点先出货了。这样，这送你大香葡萄干摄了，可以没有？这不是成熟的表现，这非常不成熟，谢谢大家。什么？他也在看我捧，我知名干练。好，总之谢谢你们，对，然后就感谢你们，就是示范了很多很多不成熟的赞助方式，对，不管成不成熟，就是都谢谢你们用健康的金流支持猪猪频道，也欢迎不嫌弃的话，就是不管是成不成熟的金额，朱迪卡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哦。来下一首歌。下一首歌为各位准备，我原本想要挑装醉，但装醉好像没有办法太软烂的唱。装醉其实唱起来是也蛮需要看一下，等一下我的歌单我为什么又抛到聊天室了？等一下，我差点又传出去。哦，姨妈来真的很糟糕诶，我一直疯狂的传聊天室干嘛？呜呜哇哇呜哇，乌拉呀哈，咦呀啊哈。感谢我们乌拉拉那市杭吉马桑的赞助哦。果然出现了我刚刚所预测的这个所谓的，好，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清一下喉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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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哇哇乌拉，呜哇哇乌拉呀哈加哦，呜呜哇哇呜哇，乌啦啦乌拉呀哈，嘿呀哈，乌拉呀哈呀乌拉，哈，谢谢。感谢杭吉马桑示范了属于他的不太成熟的赞助方式，谢谢。姨妈这个我不背。ZW 先生，那请问你有好好把那个内裤穿在该边，这个锅你可背了吧？背下来。全路的不行，不是全类的这个锅，你应该要请我们福利熊背啊。对，我们福利熊特别帮你加码的，你敢说你不要是不是？你小心你下次又收到全绿的腌萝卜。当做试毒吗？真的假的？山葵表示要订的，是不是？真的很好吃欸，我自己也没想到这样的一个配方居然可以是好吃的。结果我们这个配方啊做出来之后，那个礼拜刚好全家又推出了山葵双麒麟，看我们福利熊超前部署是不是？对，平常时在线上是不是很爱欺负朱迪卡？那是线下超前部署的温柔，对不对？就这样接力了吗？晨晨，如果你们想要接力这个非常不成熟，然后又富有点可爱，然后感觉好像又有点看到他的小兔耳朵，
的这个风格的不成熟的赞助，我们非常非常的支持您各位继续接下去，让朱迪卡看一下你们每一位所谓不成熟的赞助叫做什么样子呢？今天有最用力的时候，对，没有错，我用最用力的方式诠释了这一段，我真的觉得我很有诚意，越来越熟练，因为很可爱啊。所以目前全裸这个部分是可以好好打出来的吗？这样没有问题吗？哈，雨生，谢谢今天也来到猪猪频道。好了，我们今天不是吉卡拉歌会，我们今天是张惠妹歌会。我才不要理你，我才不要吃全绿，就是全绿，我吃的也是香菜或者是抹茶，绝对不可能有瓦萨比，不可能。来，我们来连名带姓一下，我们要轻柔的唱出连名带姓哦。哎，好，真的，阿妹妹是情歌啊，好想睡觉哦。但是加油，朱迪卡！乌啦啦乌啦呀哈，这样就有精神了。对，可以的，加油，朱迪卡！07年那一首听进去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机，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我绝对不是因为看到葡萄干然后就流口水，但是看到葡萄干就不晓得为什么唾液会分泌。凉拌小姐啊，怎么会变成这般田地啊？凉拌小姐，我真的不爱吃葡萄干，我真的不爱葡萄干。凉拌小姐，想想办法，凉拌小姐。对不起，我继续唱。算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看
错好，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来拆穿我。再出现这里，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要错过，就别再回头。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唱的最烂的连绵带性，我中间的副歌那个真的没力气推上去，少了1-2个音吧，就悬在半空上的那个音呢。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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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知道有没有版权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很需要。对，这类的 BGM 是我工作的时候最喜欢开起来的。好啊，没有力气的连绵带性。哦。喝口水，追一下聊天室。为什么彩彩也是全裸啊？你们就不能好好为他穿上胖次吗？啊，雪花麦先生，葡萄干这个东西不应该打出来，别打，很可怕。凉拌小姐说，虽然迪卡一直说自己今天状况不好，但还是很好听嘛。谢谢凉拌小姐，你真的很善良。我觉得今天连名带姓是我唱过最难听的连名带姓，副歌啦，前面还算可以，但是副歌完全没有办法，有1-2个音上不去，掉在那边。制约反应呢？巴夫洛夫葡萄干可以不要吗？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外国的影片，老婆在朋友聚会的时候故意大声叫老公的全名，然后其他人对看了一下那个摸摸住，为什么留下那个老公一脸我怎么了？为什么？哦，真的吗？有那个情境是不是？是娃娃裸，我知道是娃娃裸啊，你就不能好好让他穿上内裤吗？秋天枫叶，欢迎来到迪卡的频道哦。今天在唱完阿妹歌曲啊，今天也很开心，就是迎来许多 V 鹏鹏的降落，还有 V 鹏鹏在线上一起听妹式情歌。今天猪猪真的哇，好没有精神哦，超级没精神。但是妹式情歌哦，很多都是很爆炸的，即使是情歌，但是也必须绷紧神经，把它丢上去。但下一首歌，我觉得我们试看看，应该有机会，就是有气无力的把它唱过去。哎，子孙有友好无？有代代出状元无？听到我讲这句话，您就知道我要唱啥了。等一下，我为什么又把聊天室打开？不是歌单，不是在这里，歌单区不在那边。我刚又把聊天室打开了，救命！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来吧。来自于阿妹2023年的单曲，这首歌是我记得很像是黄韵玲老师做的，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在
为你留给我的人间呼吸着你的离开。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场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宿命是一支暗箭，速度是一种抗辩，爱你却无可赦免。这余生无人可见，想你有生之年，由我自己祭奠。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场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我梦见自己的余生似场曾破了生死相依，原来轮回只是一种思念，生死流转，从未迷途。因为思念你，是我唯一的归宿。离别总是那么突然。我看一下哦，这首歌离别总是那么……诶，这是阿妹的钢琴版的《简爱》耶，好好听哦！谢谢大家，我觉得我今天就在这个 BGM 之下好好的睡去吧，好好听哦！听海吧，听海耶！我们来唱听海吧，我们来唱听海，好好听哦！听海那首歌在软烂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好唱。满身套还是倒退路哦，满身套还是倒退路，今仔日应该无法度唱吼。今仔日若是满身套甲倒退路是阿妹的歌吼，我应该是会当唱啦。不过就不是啊，欧登先生，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下次。细心不要碰，对不起，稍微紧张，ごめんね。建新，上班加油吼！来，我们下一首歌。今天真的好宁静哦。我刚刚是想查出离别总是那么突然的作词作曲。我看一下，我记得很像是韵玲姐的样子。对啦，黄韵玲没错，制作人是很厉害的韵玲姐哦。
他在台湾歌坛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资深的制作人。好，我们来听海一下好了。软烂的状况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唱，我们来唱看看阿妹的听海。既然听海都来了，那就来听一下吧。来听一个吼，听一个海涌的声音，来听一个海涌的声音吼。伫咧海边听一个海涌的声音，来听海。我们现在正在我们妹的故乡花东，听听海声也是很正常的，对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听海的伴奏啊。怎么一点都不浪漫了？风吹风吹，我总觉得像风声。来，加油我的肚子，加油我的力气，跟上去。哎，等一下，我需要歌词啊，歌词呢？然后完蛋，歌词在哪里？啊，在这里。好哦，找到了。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气到天明。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气到天明。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はい、さわこちゃん、おやすみなさい。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また会おうね，さわこちゃん，谢谢你今天过来。おやすみなさい，晚安哦。等一下，航吉马桑，你那个打 call 中间是海浪，有点好笑，但是又觉得非常非常的应景，真正是海硬的声音哎。哎呦！哎呦，咱依林姐爱你无条件呢，哦，就想要唱的，啊，你免哪？哦，就想要唱的，我这首歌就好听的呢。啊，你免哪？今仔日是阿妹歌会呢，啊，你敢会当唱一个？哦，爱你无条件，爱你无条件。爱你无条件，爱我用心肝，不管别人安怎讲，相信我的人袂变卦。爱情无条件，缘分全看破，为你牺牲这呢大。敢讲你爱我，其实才知痛。啊，我不甘，爱你爱到将你送别人，缘分还未完，缘分已经满。山明海誓，原来是一场梦。啊，我不甘，得不到你，我嘛不愿放。有你是怨叹，无你是黑暗，哪敢目睭紧紧看你去爱别人。来，我掌声欢迎以琳姐，演唱会嘉宾啊！刚才以琳姐来到演唱会咩？哦，演唱会嘉宾啊！哦，不啦，不是啦，不是就想唱一下。对不起阿妹，我们今天真的是还是阿妹歌会，我的心系阿妹。对，就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就不自觉的想唱一下，好不好？哎，航吉马桑嘛是安尼讲的吼。听阿妹的歌声，谢谢 YF 先生。然后夜班的朋友要继续休息的，我要斯米纳塞呵呵休困吼。然后谢谢大家的打 call。听哈雅库的声音，汉腔，我也觉得超像汉腔。风中吃西瓜，怎么回事？听海哭，海哭。好，谢谢他啊。哦，对不起，整个肚子都是气。我不晓得这首歌未来我再把它开起来，会不会真的又回不去了？像暂时，我觉得我还在内化。没有，我们卡歌一下，我们要给予就是张惠妹尊重，给予张惠妹尊重，客串一下，对不起，我卡的，对不起。至于那个哈雅库的声音就。好，他娃，你不要这么猴急。你要是这么猴急，你可以找就是同事比较猴急的老公的老公。好，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好，哈雅库，薄荷，你自己唱一下刚刚听海的副歌，你就知道他娃在讲什么了。对，气，一肚子气，都你们害的，一肚子气。好啦，接下来我们又是阿妹的歌声继续陪伴
啊，不是阿妹歌声，不是朱蒂卡歌声，那我在讲什么？朱蒂卡唱阿妹的歌，陪伴你们这个下午，好不好？不是阿妹歌声，等一下被人家告，等一下。如果我可以唱成那个阿妹的歌声，我也真的觉得很棒了。对，但是对，依旧是朱蒂卡的歌声，不是阿妹歌声。朱蒂卡今天完完全全一点专注力都没有，然后也谢谢你们今天彩绘聊天室，不嫌弃的话，请继续彩绘下去，谢谢。来，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蛮适合在很软烂的时候唱，不过它这个气也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充足，才有办法唱得好听啊！来下一首歌，等一下，我担心我弄错，我有没有弄错啊？下一首歌，我恨我爱你。这个每个月的一次那个魂魄被抽离，女孩子的生理期真的是不简单呢。总觉得可能会出超意，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哎呀个阿翠，今仔日可能无这个体力唱丢嘟嘟，但是这阿妹的情歌拢唱给您听啦，阿妹的情歌都唱给你们听。也欢迎我们的阿翠来到猪猪频道，我们继续妹式情歌。什么陪伴吗？彩彩你要准备被折断了。好，我恨我爱你。这首歌也很适合宁静的时候唱唱它。我在哼什么？走音了，完蛋了！再次，天哪，好难聚精会神哦！走音了，走音了。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天由命。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和善意的几率，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都说也是无意。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都怪我太不争气，我恨我爱你，恨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恨我恨你。你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数也数不尽你的心恋情。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都
情没关系，一点小事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都怪我太不争气，我恨我爱你，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恨我恨你。你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数也数不尽你的心冷情。没关系，我有你拿也拿不走的旧回忆，我可以一个人安静的忘记你，我恨你最后那一句，我爱你。我恨我爱你，来自于阿妹的。不是，我们演唱会嘉宾就只有以琳姐而已，没有再请第二位了，谢谢大家。我们演唱会嘉宾只剩以琳姐，谢谢。很好，这首歌至少还有办法顶上去啊。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好想唱这首歌哦。阿妹的翻唱里面，我真的最喜欢的就是她翻唱的这首歌，罗大佑老师的作品。那么，我就把我的歌单开出来好了，我的伴奏区把这首歌找出来，找出来，不是讲出来，找出来。时间来到着1点51分了吼，1点51分。姨妈一直在抽离我的专注力。OK， 来，等一下，不要再打开聊天室了，你的歌单不在聊天室，朱迪卡，不要再打开聊天室了。来，让每个人都心碎。我要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算是罗大佑老师的作品，但是阿妹翻唱的版本真的很好听，神一般的好听。长出来歌单是一种植物，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就是它一直长出来。神木先生，你有头绪吗？它一直长出来呢。一直长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戳到我的笑点。好，谢谢大家。一直长出来，怎么回事？好啦，让每个人都心碎，超好听，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用宁静又好听的一首歌。阿妹翻唱的版本真的，大家细细品味一下。
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紧紧依偎。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紧紧依偎。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你的泪烫伤我的脸，那一次我真的伤悲。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你的泪烫伤我的脸，从此就再也说不出爱情。好，让每个人都心碎，来自于阿妹翻唱的版本。谢谢在姨妈软烂的今天，还是可以把这首歌推荐给各位，真的是太棒了。猪猪来喝口水。欢迎来到土地盖便当哦，今天咱唱阿妹的歌曲，我华语的女神张惠妹，今天我要好好的来唱唱我们这个很多很多的美式情歌。来，
不过阿妹有很多妹式情歌，其实也都在软烂的时候也都不太好唱。即使是妹式情歌，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力气。来，下一首歌，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应该都有机会会唱他的副歌，因为真的是太有名了这首歌。来，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这首歌，OK， 来吧。哦，好好，没事。我在看我们的贾斯汀，我们的丁爷，今年5月要帮你们加码露露哦。好，一样是真的是5月1号开始。来，5月1号开始如果你刚好是我的高阶会员，你们去嘉义玩有得领露露了。我们第3年再次跟我们丁爷，也就是在嘉义非常非常有名的嘉义水上广东烧腊店，我们的丁爷的店家合作。我们丁爷的店家今年也有拿到嘉义县政府的补助计划哦。对，感谢我们厂商爸爸又找来了。就是通常的我一定是那种非常声音非常蓬勃，来捧一下吹嘞，能够在嘉义县政府补助的丁爷可不可以振作咱的变大了什么之类的。对，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对，我今天已经聚精会神的不要被姨妈抽干我的精神力。对，好，总之5月份你们准备高阶会员们可以找个时间去嘉义玩玩，顺便去找丁爷拿露露吼。来吧。记得献给大家，记得，我记得还蛮多伴奏的哦，记得，来，但是我觉得，我记得，其实我不常唱这首歌，我觉得应该被大家唱烂了，自己不太想唱，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对不起，就一开始没抓到，再一次。对不起，我的锅，请大家再帮我记得一次。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
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都没有救。哦，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用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阿妹的记得哦。为什么今天的阳光？我们掌声欢迎这个特别来宾 Angela 张韶涵。好想流眼泪。没有啦。我们 Angela 也是我华语系的这些天后的其中一位推，对，但是怎么推都推不过张惠妹，有妹神在哦，有妹神在哦，其他的不能说不算推啦，但是主推阿妹，对。不过我也很喜欢开张韶涵的歌会唱给大家听，这样子。对，5月份你们可以稍微计划一下咯，丁也一样是从5月开始算这样子。对先跟你说什么？等一下到你又在玩梗了。哦，是我先跟你说，是你确定那个是我吗？还是他是另外一个塔瓦的塔瓦？还是他是那个8月塔瓦先生？还是3月塔瓦先生？你跟他确认一下。对，我们要感谢特别来宾，我们 Angela 张韶涵。好啦，不正经。来，今天好开心，可以唱好多阿妹的妹式情歌。阿妹的妹式情歌没有一首好唱的哦，救命！我现在已经把就觉得好唱的很像都已经尽量唱完了。对，来，不像个大人，我们好像也是可以来唱一下，软烂的唱吼，不像个大人。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我为什么看到 MV？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声音。不是，对，不行，这个不能用，好吧？不像个大人，依旧是只有吉他版的伴奏，我们就开吉他版的吧。不
像个大人来。来喽！转过身就自由了，我却突然舍不得你露出无害的笑容，摸摸我脸颊的冷，放开了手的选择，那是因为爱太重了，我不要憎恨，再见让我来完成。坏掉的红绿灯，无声的陪伴我和你等待黎明。车窗外的雨洗刷了苦涩，忧伤的每一刻，你的亲吻背叛天真。我承认爱在看错行了。看错行了啦！我是真定爱你的，我是真的快乐的，你能给我的并不多，然而一切很值得。我是心甘情愿的，呵护你不像个大人，你不需要懂，放开你是我最挣扎的旅程。哦，注意力好不集中哦，看错行。我们就到这里了，谁都别再怀疑了，记住你孩子般笑容，孤独的路不怕冷，坏掉的红绿灯，无声的陪伴我和你等待黎明，手一记拨着慢慢的老歌声，忧伤的每一刻，你的亲吻背叛天真。我承认爱没在未完成，没在曾经发生。我是决定爱你的，我是心甘情愿的，你能给我的并不多，然而一切很值得。我心甘情愿的，呵护你不像个大人，你不需要懂，那么快乐我想也就足够了。那么快乐我想也就……不是，我还没唱完啊。我要快乐，我今天唱了吗？我要快乐唱了吗？还没的话，我继续唱。好了，强制卡歌好，我要快乐，来一下。又被爱上了一遍，无所谓，当作成长。刚刚走开的人啊，烟还点着，味道却散了。我并不是天生的寂寞，这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真的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
谢大家哦。小峰你好，开关先生你在啊什么吗？哦，读，谢谢你的爱心，谢谢。把从前想了一遍，谢谢了伤我的人，像做了官的人们没有余生，听了都不能。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都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我要快乐，我要能睡得安稳。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都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心不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不像个大人，唐突插入我要快乐，来不及改歌单。谢谢大家来到猪猪的阿妹歌会，好听吗？谢谢萧峰，谢谢少龙，欢迎来到土地开变的哦。这个九柱情言又来了，但是今天我们不是配词的歌会哦。谢谢，我要快乐，快乐很重要，希望大家的快乐。我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快要3小时了。你看没事情歌是怎么唱都唱不完。来，偷故事的人，偷故事的人怎么可以没有呢？下一首偷故事的人，等我一下哦，等一下。偷故事的人，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偷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沉着爱和夜，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好，我们来找偷故事的人的伴奏。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艾怡良作词作曲，觉得偷故事的人有趣人生版本了耶，好开心！我看一下，真的耶！我们唱看看这个版本的。我好杂哦，对不起哦，我切到中间一下。还是有点阿妹的声音哦，你们等一下哦。好吧，那就勉强用一下好了，我们唱看看。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偷故事了。我忘记歌词了。我忘记，对不起，我再一次，歌词是什么？不再编织起沉着爱和夜，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对不起，偷不成故事呢。一直绕高，这故事一直不小心一直掉下去。然后我们下一首歌来唱掉了，谢谢。
一直掉，偷不到，一直掉了这样子。有啦，老师，今天再软烂也要唱歌啊，唱我的妹的歌啊。老师，我的偷故事一直偷不到，一直掉下去，我们大家来唱掉了好了。今天软烂的蜘蛛还是要来，我们第一次用这个版本，可能会有点阿妹的声音。我今天是阿妹电音歌手，幻想这样好啦。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偷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用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着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为什么会偷成裤子？你才碰，你去那个碰臭仔仔。谢谢雨神。他这个版本好杂乱哦。而你走的那天，所有观众随你走了，听着既然无心听着，说着当然也无意了，应该要一一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想连狼人变狂了，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从此不再情绪化的为偷窃行为负责，因为爱是贫穷的。为我的无理道歉，我道歉，我道歉。为我的虚荣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贪婪是有代价的。我拥有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都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我道歉，我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追声大哥中岛公安发大财哦！偷故事的人，我今天第一次用这个版本啊，是有一些嘈杂啦，对，但是觉得可以唱到就是这种比较原版的伴奏版本，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哦，朱莉卡今天居然有办法跟你们撑3小时诶，在如此软烂的姨妈来敲门的今天，对，
看看我对你们的爱，看看我对张惠妹的爱。刚刚我们是不是有聊到掉了？说实在的，我今天这个状况不知道适不适合唱掉了，我看一下。但是至于那个一直掉下去的，那个一直掉下去的那个偷故事的，是情节掉了，小对白掉了，瞬间掉了，瞳孔没有颜色。记得这个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哦，好难唱哦。掉了，好难唱哦。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唱，算了，软烂的唱看看吧，搞不好意外的有办法唱。掉了，都掉了，全都掉了，掉了。朱迪卡的精神力掉了，全没了，都不见了。好啦，在今天不太适合挑战魔王哥的朱迪卡，居然挑战掉了，吃了雄心豹子胆吗？又是一个压缩机的声音。好，又是一个压缩机的声音哦。来，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是清风的作品哦。来，唱看看吧，掉了就掉了哦。心疼的玫瑰瓣也还开着，找不到匆匆掉落的花蕊，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任何回应都不可得。微落的风筝都天里飘着，回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怎么适合？黑色笑颜掉了，雪白眼泪掉了，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瞳孔没有颜色，结了冰的长河，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胸口没有快乐，断了翅的白鸽，不枯萎的借口却掉了掉了曾经唱过的歌，分享过的笑声，在心中不断拉扯，想念不忍承认，偷偷擦去泪痕，冬天过了还是会很冷。黑色笑颜掉了，雪白眼泪掉了，该出现所有的表情瞬间掉了，瞳孔没有颜色，结了冰的长河，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胸口没有快乐，断了翅的白鸽，不枯萎的借口却掉了。
我因为一直在逃避这首歌呢，这首歌很难唱呢，然后就忘记说啊，那个掉了，那个掉了，要先唱，掉了就掉了，真的掉了，掉都掉落了，忘记唱了掉了。凉拌小姐很开心啦，我也很开心哎。对，今天虽然很软烂，但是可以唱好多好多阿妹的歌。不是，你不要一直跳A美的歌出来，我今天不是A美歌会，不要这样。我们台日两大天后，对，一直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们今天不是A美歌会，今天好，欢迎现场嘉宾A美，这样可以吗？あわれみをください。我们现场嘉宾有黄义玲跟我们的A美，哇靠，非常的 international。没有，我们今天是张惠妹的歌会，对，现场的大家要乖哦。好，掉了，真的掉了，唱到它掉了，对。不过，对，掉了，水母先生都掉了，对，薄荷都掉了，对，都掉了。不过我觉得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录台语专辑的时候嘛，猪猪也就是从录音的过程当中，然后那个时候娘娘啊跟大宝老师还有巧巧一直在帮我强化关于用气去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今年的4月份，我很像稍微有一些融会贯通，我知道很像大概知道可以怎么用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就是一开始你可能这些东西很笼统，你根本不晓得，当下你真的会觉得说，你们可以说人话吗？听不懂。可是不懂你还是得去做嘛，做到最后，我那时候给自己也不算期限呢，我只是就是希望自己就是每一次如果有机会开个台语歌会的话，反正我就唱，反正我就试着去唱看看他们所说的那些用气息的唱法，用气去唱歌，流行乐的唱法，唱一次两次一定不可能马上速成嘛，一旦你可能唱到了那个口气那个口音，但是那也只是一瞬间撞到，懂吗？然后你就一直唱，你只能一直唱，不断的唱去找答案。然后我觉得在今年很像稍微有找到了这些所谓气息的唱法，这样应该啦。特别是今天特别的软烂，对，但是软烂的状况下，我居然还有办法唱掉了，不可思议。对啊，什么东西掉了？一起帮我找。那个我的草字头掉了，对，一直都掉在地上，没有捡起来过，谢谢。就会不会觉得脑袋不懂，对身体懂？真的，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肌肉笨蛋。我每次就是在阅读的时候，你们跟我讲一些什么，文字对我的解说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真的没有办法从文字上面阅读，就是说今天你可能文字上面就是打的再详细，我真的还是看不懂。对，我真的就是实际演练派的，对，就是身体要先去，我的大脑才会动。我的大脑读不懂那些文字，但是我身体一旦记得了，我就会永远记得它。对，我就是一个肌肉笨蛋。就像今天你要跟我告白，你不讲直白一点，我真的也听不懂。真的，我发现一直以来人家对我的告白真的不讲直白，我真的听不懂。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我很抱歉。对，就是对于告白，你们拜托直球，对，直球拜托，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解读你们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真的是忙到没有时间解读。对，所以之前也是有遇到不管男生还是女生的告白，听不懂，真的不懂。对，我是事后自己夜深人静在思考的时候，有时间思考的时间真的太少了，可能一听也只有1-2分钟有时间思考吧，真的哦。然后才突然想到说啊，当下我是被告白了，可能1个月后我才想到，你知道吗？我月色真什么啦？对，就对于这个脑袋简单的主题卡，真的不可以太迂回，你迂回下去就只能继续被迂回。对，因为我真的头脑很简单，讲重点，讲直球。你愿意和我一起过之后的每一天吗？对，后面那个我比较了解，但是我会继续问。谢谢你的爱，然后还是会不懂，就觉得说他可能很喜欢我的个性，或者觉得我是很好的朋友，就这样。
为这样，其实我有很多很多那种不清不楚的情感恋爱，对我而言是绝缘体，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不清不楚的情感跟恋爱，我觉得要就是清清白白，对，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清清白白，所以我也不懂怎么去玩所谓的什么劈腿啊，什么小三什么，那到底怎么玩？好厉害哦，完全不会玩这些东西。脑袋是吧？脑袋不懂葡萄干好吃，但是身体到底。小林宝贝，你不可以这样解读，这样子很违，你知道吗？这样子，我觉得1个月后，我们家大概满山满谷的葡萄干了，完蛋！哦，今天的月色真美，对，真的很美，对，这真的太美了，对，所以就是对薄荷，这真的太迂回了，太美了，太迂回了，知道吗？对，水灵，你真的我的好姐妹，水灵，刘先生安安，我很抱歉，开关先生。你到底在对号入座什么？就很好笑，对啊，所以我觉得之后可以开一台所谓的告白，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告白？我觉得又可以从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身上收到很多很多告白的干话，我觉得很好笑。对，就之后我们可以再安排一集，到底什么样的告白才是告白？对于熟男而言的告白，既浪漫又有创意之类的。然后又让朱迪卡听得懂的，到底什么样的告白，好不好？这个好好玩哦。好，接下来我们掉落完之后，我们掉落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阿妹的歌唱不完因为因为对唱不完。好，我想一下哦，有没有我今天有办法唱的？写性爱情故事今天无法，母系社会今天无法，水蓝色眼泪今天可能也无法，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应该也无法。会唱的很多，可是今天那么软烂，有办法唱吗？站在高岗上没有办法，我只能站在高岗屋海苔上面了，唱不出来。好啦，我看一下哦。告白吗？我也很抱歉。你们到底在对话录做什么？哦，那个就是我跟你讲，我会洗碗。哦，这个很棒。哦，这个做家事，这个绝对录取。我跟你讲，哦，这个会洗碗太重要了。不是，我们可以购买洗碗机，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更好的时间上面。我们有洗碗机这个东西。大海，如果大海能够带着我的那像是雨声的歌。谢谢阿月饼。然后呢，开关先生刚从报应，开关先生，你是不是告白了？没有跟我讲清楚，就跟你们讲说，告白就是要讲得清清楚楚，反正不是一个吻就是一辈子，不然就是一个巴掌嘛，对不对？开关先生，如果你觉得遗憾，给我再去告白一次，不要留下遗憾，不要讲得不清不楚的啦，真的啦，反正你都要告白了，是不是？顶多不能做朋友啊，是不是？好多都想吵。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办法听出这首歌哦。如果用气声的唱法的话，我们看看身后这首歌有没有办法唱好了。这首真的是会唱哭来，你们那个压缩机，日本制造的压缩机非常稀少的这个压缩机的声音又要出现了哦。好，我们这个压缩机非常稀有哦，非常稀少。好啦，怎样有气无力的朱迪卡挑战一下身后。好，这个日本制造压缩机非常的稀少哦。又在讲干话。好，我大家在看聊天室。或
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懂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等着另一段新的生活。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还能忍住来向你告别，挥手。记得你爱过，你要记得你爱过，记得你曾经走过，记得继续向前走，记得我眼中见过你停留，你的身影一直在我的世界里驻守。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你或许就先走，徒留的感伤都留给我，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能不能答应我？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松开后能失去来向你告别，挥手。Oh yeah， 别急着答应我，难过的话现在不要说。好好享受安宁的温柔。能不能答应我？再见时候就别再认出我，别让我承受牵挂着你的手，在重逢已换作你向我告别，挥手。兄弟们，在你们胡言乱语讲干话的同时，那个记忆体又不足了，所以我根本现在不晓得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干话。我把你们抓回来。哦，这个连名带姓有唱过了，这个谢谢自动播放程式哦，连名带姓我们唱过了，谢谢哦。来，什么？我没看到半笑喷，我把你们抓回来了，是吗？够多男友就能省钱，所以彩彩这个是你的心得是吗？你的男友很多，你老公的老公很多，对吧？我会洗碗员是这个。我跟你讲，洗碗、晾衣服、做家事、拖地、打蜡太重要了，知道没有？哦，谢谢余生。你说告白不能当朋友吗？开玩笑，我们阿月饼就是一个很棒的实际的例子。全台32县市都有妹子可约，是不是？我们阿月饼。人家还没分手，不要第二次。好啦，没有啦，开快试试。我还不好意思问说你是听说之前不是有女友哦？好，原来好好的
守护现任女友，好不好？原来对手就一个是什么东西？什么压缩机？可以好好选字吗？好啊，我看到什么东西啦？我看到什么啦？你们有打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好哦，我的天哪，时间来到了2:43嘞哦！今天阿妹的歌唱的好开心哦，但是我有很多沃克要做哦。朱蒂卡是不是该休息了？朱蒂卡好像真的该乖乖休息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降落地点好了，我觉得还是该让自己乖乖休息。我今天有早点开，然后谢谢今天大家陆陆续续进来陪猪猪，还有迎来降落的各位伙伴们、B 朋朋们，还有今天来一起玩的各位同学，谢谢你们，看到你们很开心。我很像看到诺诺在干嘛，我们去找诺诺好不好？我们去找那个最可爱的诺诺。猪猪姐姐没有说她逊，最可爱了，对不对？压缩机，薄荷你也可以乖乖选字吗？开关先生一直都单身吗？你不是有女朋友啊？我记得你有女朋友啊！啊，右手吗？啊，不是，左手啊，不是。开关先生不是有女朋友吗？啊，没关系，我今天记忆体不足，我觉得我该休息了。我觉得我今天开台的方式不对，该补充一点葡萄干，可以不要吗？啊，小峰先生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补档。谢谢你今天也过来。我今天有比较早开啦，所以比较早结束。其实生理期我真的不行了，我现在随时随地都要断线了。对啊，人家还没分手，不要第二次，什么的啊？我没有啊，没看懂。我今天的记忆体不足，所以开关先生说什么啊？什么？开关先生说什么？我等一下，我脑袋就要转圈圈了。所以开关先生讲什么啦？啊，这个对朱蒂卡你们不直球点，朱蒂卡永远看不懂，你知道吗？是水梨宝贝，谢谢你们也辛苦了。然后再次跟大家宣传一下，猪猪的4.0的新衣装预测已经把图画纸发下去给小朋友们咯。啊，这个是文化部爸爸赞助的。如果你们现在有继续支持我们文化部补助的这个150块以上的会籍，4月份的表单记得要填，很重要。我高阶不凡是什么？我的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尊爵不凡的高阶，猪猪这边有一条龙服务可以帮你填单。但是如果高阶以外的朋友，一样是可以获得这样子的一个礼物，但是记得自己填单，好不好？然后新衣装预测的部分，这个朱蒂卡老师前2天的创作应该激起了很多学生们的创作欲望。对，真的是哇靠，堪称毕卡索可能会从坟墓爬起来，气到爬起来，对不起。好的，这个图画纸啊，这个剪影的部分已经有分享在下方资讯栏，或者是我的 Twitter 也下载得到。欢迎大家跟猪猪姐姐、猪猪老师一起创作我们的新衣装预测。我们就是全部都欢迎大家上传到 Twitter， 然后 Twitter 的 Hashtag 的部分也有在下方资讯栏，也有就是注明了你刚刚请行杀的这个台文正字的部分，你可以直接复制就可以了。对，那我们新衣装的预测也非常感谢吴昕老师制作的这个非常农民历风格的新衣装预测。那我们新衣装预测也即将就是在5月25号下午1点截止收件哦，因为我们下午1点，5月25号下午1点就要公开我们这次的新衣装，顺便庆祝我们的生日咯。我们的生日今年会非常的精彩，对，连同朱蒂卡吃自己的惊吓蛋糕也会在那一周边吃边哀嚎给你们听，好吗？啊，谢谢。也不知道薄荷 get 到什么了吗？ get 到什么？我也不知道啊，谢谢你给我那么好听的歌吗？生理期不会，就比较想睡觉而已。充满故事的男人，
对，差不多要休息了，雨轩。哪个啦？你们在讲什么啦？他娃薄荷都在那边卖关子。好，欧内先生，我会好好休息。彩彩，我想折断你。好，夜夜午安，但是我们可能要到诺诺那边去玩了。谢谢马克先生。好啦，我们快点切片尾，我真的要睡着了。哦天哪！哥回赞的啦。等一下，谢谢，我看一下，我又回来了。哦，谢谢小欧经理，谢谢彩绘聊天室，感谢小欧经理。哦，还好我没有就一去不复返。谢谢小欧经理，希望今天软烂的歌回就是大家会喜欢。阿妹的歌真的超赞，对，耶，谢谢。现在是彩绘聊天室时间嘛？感谢你们今天无限次的彩绘聊天室，热烈欢迎你各位彩绘聊天室。今天软烂的朱迪卡可以为你们带来这么软烂的歌声，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很开心，就是可以收到健康的金流。欢迎各位主动彩绘聊天室，我的大脑要宕机了。即日未见，甚至想念，是这样子哦。谢谢，也谢谢你们大家，感谢今天彩绘聊天室的大家。我们把彩绘聊天室今天有大家一起玩彩绘聊天室的，看一下哦。谢谢你们哦。等一下，今天朱迪卡比较慢半拍吼。那个在哪里啊？彩绘聊天室的，那个嘞啊。你们等我一下，我怎么找不到？有了。今天谢谢夜夜、小欧经理、夯金马上、欧登先生、塔瓦，还有我们可爱的萨瓦口酱已经去休息了。欧登先生今天也有2笔赞助，夯金马上，然后11月2先生，好，应该都有念到了。谢谢你们彩绘聊天室，最喜欢看你们彩绘聊天室了。然后不止彩绘聊天室，记得也要彩绘我们的新一装预测哦。好，猪猪老师把这个图画纸发下去了，你们要如期交件，知道吗？参加比赛，我们可能会选出最好笑、最特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猪猪老师这边会加码，就是你们的印象深刻的好礼哦，好不好？对，大家小朋友们一起来参加，也欢迎就是邀请你们家的小朋友，你们家的富二代，好，没有穷二代这种东西，你们家富二代心灵富足也是富，好，不管1岁2岁啊，或者是小学生幼稚园，都欢迎你们可以把它印出来，或者在网络上面创作，随便涂鸦都可以。猪猪老师会好好的意会这些小朋友想传达的东西，好，或者你各位不像个大人的面线们，也欢迎踊跃创作，踊跃投稿，好不好？谢谢你们。好，我们真的要去找诺诺了，应该不会再有我没有念到的，然后我又要回来的，就听到投币声音，快点再回来这样子。谢谢你们。等一下，我再回来。哦，谢谢这位哦，雨轩，谢谢，我又回来了，谢谢你们小朋友今天是想玩这么调皮的，就是让猪猪老师猜不透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抖内，然后关不了台的这个状况吗？原来1个月1度的就是软烂台适合玩这种就是捉弄猪猪老师猪姐姐的这个抖内风格是吗？谢谢雨轩也一起才会聊天室，好不好？用健康的金流支撑猪猪的频道。而且雨轩是第3次在直播中送出超级留言好开心！穷在我这一代就好了，没有穷二代。等一下，他好，我不记得你年资第一，怎么可能跟穷画得上等号？等一下，悲满负债也是负。等一下，燃烧神将，你的富二代感觉有点淡淡，那个富感觉有点淡淡的哀伤哦，淡淡的哀愁这样哦，你那个富哦。淡淡哀愁的富这样用18相送，好，谢谢雨轩，我应该确认完了，应该
应该没有再没确认好的。好，谢谢你们，就说切片尾，我们真的要去诺诺那边了。对，原来软烂的姨妈来临的今天适合18相送，原来是这样。原来今天我们来到东海岸适合就是如此18相送。你们是不想让我回高雄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浪漫的东海岸，我都已经晒伤了，你们那个谁也不帮我补一下那个防晒乳，50%系数的补一下好不好？可以贴心一点吗？我就这样子晒，都晒成猪肝了，你们还不让我回高雄？不过说真的，高雄的烈阳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哦，高雄的阳光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我不要再戴牙了，我要去吃点心了啦。我们去找诺诺玩，谢谢大家。对，50%系数的这个防晒乳很重要，很重要，知道吗？非常的重要。はい、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ルノ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要去找诺诺玩了。我要葡萄干海服，我的皮肤会烂掉，我的皮肤绝对会烂掉，你知道？那再回来一次。不是谁啦？哦，这是叶是不是？哦，指路位置是小念的，再回好哦，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们这个。蓝色的东海岸，对，蓝色东海岸热烈的欢迎您各位，就是彩绘聊天室这样子。对，我感谢叶叶，对，看是你们动作快，还是我切得快？可恶！看地上的阴影，猪可能会晒成天蓝洞洞装，看看你多么的浪漫，连买都不用买，我的皮肤就是天蓝洞洞装。老公，我今天买了洞洞装好浪漫哦！哦，我看一下，你看在我皮肤上面，天然的熊鹤。一点都不浪漫，50%系数根本就没有用，骗人的。进来之后有香香的食物的味道吗？对，那是猪皮晒干烧焦的味道，好不好？好，谢谢叶叶。对，我回来了，但是我要走了，打我啊！对，我要走了，这是看你们动作快还是我动作快。はい、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ルノちゃん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要降落我们诺诺的频道，成为糯米粒吧。那50%的50在这边。我觉得我等下快嘴完蛋了。很好啊，来呀，来数牙，朱迪卡就喜欢爱餐厅数牙，是不是？浪漫的味道，浪漫的味道，大燃烧神教哦，神教先生50%的50底下加油，很好。原来在如此软烂的朱迪卡软烂歌会当中，适合穿插着我们18相送的这个 Super Chat 的这个部分的话，就看你快还是我快啊！来，我们再一次啊！我要念很快哦，我真的念很快哦，你们是措手不及哦。我说降就降哦。等我看一下，来哦，燃烧神教哦，回来哦，听的。我还没有走，谢谢刘先生，我还在这。你们在招魂吗？灯来哦，我还在这。我很乖，我还在这。对，刘先生，谢谢你的赞助。对，看到你的彩绘聊天室很开心。可以的话，也希望你好好的把内裤穿在我们棉花娃娃的该逼，这样子我会更加的开心，好不好？而且我突然觉得这新衣装预测啊，放在这边有点可怕。这是怎么在海边看到一个就是那个黑影女子啊，要走向海里边啊？你不要走，你这边干嘛？回来啊！人生还很多希望的，你要去那边做什么？回来啊！哦，超惊悚的，你知道吗？哇，原来新一中预测还可以这样子玩哦，很好，很好。我回来了，但是我真的又要走了。对，我又要走了，真的，我这次要很快嘴的。对。你们一手无法掌握的朱迪卡，风一般的女子，
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ルナ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对不起卡痰，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我们诺诺的频道了，大家乖乖的，一去不回头，就像刚刚的剪影一样，不会再回头了。不要抓我的脚，还好像不是农历7月。如果是农历7月的话，其实我不太敢这样玩对，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朱迪卡，对，所以就还好我们的新衣装预测在4月开启，不是奇奇怪怪的7月。好啦，谢谢你们大家今天陪猪猪玩啦，好不好？18相送其实也挺有趣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永远不回头，即将会出现。maybe 应该可能会出现在我们5月8号的教授歌会，我们教授歌会已经为您尊爵不凡的教授们安排好了。虽然说我当下还是希望我邀请到的是各个学长过来，好不好？但如果邀请过来的依旧是教授，实在是也没有办法，那就唱吧。好，5月8号大家可以在母亲节前夕，也算是看要不要直接把链接丢给妈妈吧，一定是妈妈们非常非常有共鸣的歌曲，对。不要碰脚什么东西啊，你很入戏耶。好啦，我们去找诺诺玩咯。猪猪不能睡，继续WORK，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总之4月底的专辑欢迎买爆，好，欢迎预购爆。5月底我们的生日周边也欢迎大家买爆，绝对是值得大家收藏再收藏的，知道吗？大家拜拜，兄弟们！对了，对不起，我再讲一下，明天不会开台，明天猪猪要出任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然后礼拜5就会台语韵母的学习，大概是这样子。好啦，真的拜拜咯，谢谢大家，拜拜。